所以呢，首先啊，大家讲爱管自在菩萨，首先管就叫做管自在菩萨。哦，咱唔是刚刚咧学管尔，咱爱就是管，哦，我们要去管，去管到什么？管到一片自在菩萨。哦，管自在菩萨有去到无？去拐去无？有去偏去无？哦，然后咱人心不济，咱的心灵无是，咱到我拢不是，到我拢到哦，可能是一种超级的。那么现在关键上来讲，就关心下去是该管，啊，若不就关下去是结婚。咱现在去哪我拢关系，就是这种，咱我拢感觉是该管。哦，真正是简单咯，因为咱现在就是啥呢？以这个世界要达到人类平安。啊，咱若无解决另外就是啥呢？这花中这些另外的内容的，哦，人家人间是什么？哦，就是新闻啊。那么呢，究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这个梦想这个指标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人口啊。那么其他现在咱就是机械一点来放缓一些的时间，所以老师来讲，中心两百万人，中心最不减的医生，切切爱你，改心心。